开门的瞬间，眼底落下心田梦境。当年结婚的时候没有能力拍婚纱照，所以这个是我梦想中的新人房。尊贵风格的大床，皇后般的享受，复古西班牙砖、木作家具，有着女主人想给的温馨。就在前一晚，一对夫妻免费获得升等，惊喜的背后藏着曹婉欣的心意。你直接从后面推车就可以到里面去了。对，那完全无障碍空间的。是为了这些临时订房的身障朋友，曹婉欣招待1楼房客为他们挪出空房。你只要把所有的朋友都当成是从国外回来的家人，或者从北部、南部比较远的家人回来，你会把最好的东西端出来跟他们分享。我说，就只有这样就够了。对，这个地方很吸引我们的地方哈，就是它很温馨，那就刚刚像你讲的一样，就很像有家的感觉。每次来了之后还想再来。于是，丈夫退休金的一大半被她拿来添购家具。每一个房间不同主题，每次有进账，曹婉欣就有翻新的构想，对我们笑着说着，多年来存款没多，但多了许多好朋友。所以我们看到又是有客厅，然后你1楼还特别准备老人家的孝亲房，对，所以就是帮家庭的成员做了很多设想。1分1后，冲多罗卡用哎，气氛很好，有家的感觉。对，来这里放松变成一种习惯，曹婉欣因此存在于许多人值得回味的旅行记忆里。把自己想要的，甚至别人希望的梦一一完成，曹婉欣得到快乐，也把快乐分享出去。咁多以後，衝到不卡用誒，咁多以後，衝到不卡用誒。